自從狂人摩連奴接掌賓菲加後，呢支球隊展現出極強嘅杯賽屬性。喺歐聯聯賽階段嘅末段，賓菲加主場以4-2血洗皇家馬德里。呢場比賽唔單止奠定咗佢哋晉級附加賽嘅基礎，更係心理上給予咗皇馬巨大重創。摩連奴利用賓菲加快速側翼進攻同堅決嘅防守反擊，成功拆解皇馬嘅中場組織。皇家馬德里目前正處於一個動盪期，由於之前超級杯輸咗俾巴塞，管理層炒咗沙比亞朗素，由 B 隊教練艾比路亞緊急救火。艾比路亞上任後，皇馬喺聯賽中錄得3連勝，包括最近一場4-1大勝皇家蘇斯達。麥巴比雖然膝頭哥唔舒服，但係艾比路亞已確認佢對陣賓菲加時正選上陣。同時，皇馬面臨空前嘅傷停危機，中場核心比寧咸腿筋嚴重受傷，預計缺席到4月。洛迪高高斯上一場歐聯末段領紅停賽。防線上，米列圖長期休戰，加上艾辛斯奧亦因上一場歐聯紅牌停賽，使到皇馬嘅防線極其脆弱。無疑預測皇家馬德里勝 50.5%， 無疑顯示呢場將會係一場高入球率嘅比賽。皇馬雖然實力上略勝一籌，但其殘破防線好難阻止到賓菲加入波。雙方均有進球嘅概率高達 71%。同時預測麥巴比任何時間進球，因為佢喺最近嘅強強對話中展現咗極高嘅終結能力。